国际劳动节138周年庆祝活动。为庆祝国际劳动节138周年，老挝政府相关部门于2024年5月1号在万象市举办以社会公正、群众公平有益工作为主题的健康跑步活动，由老挝建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辛拉冯昆派顿、相关部委的部长、副部长、工会联合会主席、副主席、机构、首都万象驻老挝国际组织代表、公务员、工会成员、工人、劳动者和广大群众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值此之际，老挝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坡散维莱敏在致辞中表示，5·1国际劳动节138周年的历史变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极度重要的日子，也是工人阶级聚集团结起来反抗资本家压迫、维护自身基本权利与争取合法利益的一天。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人阶级受到了严重的压迫，被迫每天进行14到15小时的工作，工作多，回报少，健康与安全得不到保障，基本生活得不到满足，情况日益恶化。于是爆发了劳动人民的抗议。最典型的是1886年5月1号在美国芝加哥市，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第一次举办维护自身法律权益的罢工与游行，要求资本家必须遵守与改善劳动条件，即从现在起，任何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至此，1886年5月1号被定为国际劳动节。从此，每年的5月1号就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庆祝的日子，也体现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奋勇不屈的精神。世界各国在5月1号这天均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老挝党和政府把此次举办庆祝活动的重要责任寄托于老挝工会联合会，并坚信通过这些庆祝活动呈现出劳动节的重要意义，增进广大群众对该日的理解与纪念。与此同时，老挝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坡散维莱米向党政府组织、各级工会组织、劳动单位表示，要提高自身政治思想教导，辅助培养锻炼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义务责任，进而加强群众技能的提升以及对工作纪律的遵守，以在工作中实现数量与质量均符合融入国际社会新时代的要求。同时，要展现出老挝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质量，并加大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争取公平的收入及构建安全的劳动环境。此外，还进一步呼吁老挝工人和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坚信党的领导方针，为落实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作出贡献，不断提升自身技能，履行自身使命，从而成为纪律严明的劳动骨干，为国家安全保卫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